基比病院齿科部的医师林俊杰表示，喙齿就亲像人的一生，会经过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经过蛀牙的填补、根管治疗、假牙、牙冠的制作，到最后齿质袂堪这负担，造成喙齿闭起，甚至规排喙齿严重皱起、牙周病，造成无法度治疗的尾期齿裂。现在基比病院运用O-on-4的植牙，搭配数位植牙导板，会用解决尾期齿裂的问题。传统的话，我们植牙方式有分段式的植牙，或者像这样子 O-on-4，就是说很多颗很大范围的植牙。那会需要这样的患者，往往都是因为像末期齿裂，就是说他牙齿存在很大的蛀牙、缺损、牙周病。那这些牙齿齿裂其实是已经不能够再持续了，所以就是必须要全部整个都砍掉重练。O-on-4的话，它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倾斜的后牙，这种倾斜的植体，那这样的好处是说，它能够避开我们鼻窦或是神经血管的区域。那因为我们一个倾斜的方式，就是说让我们植牙就不用说再受限于那个骨头的限制，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去电脑断层里面去找可以植牙的容许的位置。那这样我们在植牙的方面是手术的地方是比较有弹性的。那它这样的原理是用像斜张桥这样子的原理，就是说，4根植体的话，它这样子去支撑就能够做出整组的假牙。那我们在植牙上面，就是说，如果有4根植体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当天就可以立即有一个假牙可以完成上去，就是患者可以获得一个马上的一个美观跟舒适性这样子。医师表示，O-on-4的植牙至少要4到6起的植体，类似斜张桥的原理，加上数位植牙导板的辅助，会用撇开神经的血管，甲着鼻窦，而且手术前嘛用完成临时的固定假牙，避免等待的时间。希望就是说，如果植完牙可以马上有一副活动假牙，然后可以佩戴。那等到真的好的牙齿做好的时候，再把它安上去，那我们就没有很多的困扰。经过林医师帮我治疗之后，做完的牙齿就像真的一样，就是没有一些缺点，这是我使用上的感觉。因为彭先生本身是一名业务，欠喙齿除了讲话漏风，嘛会影响到社交的问题。对植牙手术到植体具的整合，大约半年，就会用顺利完成正式植牙固定式的假牙，甲着传统需要几啊天的植牙手术比较起来，等于一件手术就会用来完成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